僕人敬聽三代經課6月22號，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，詩篇22篇19至28節。耶和華，求你不要遠離我，我的救主啊，求你快來幫助我，求你救我的性命脫離刀劍，使我僅有的脫離犬類。求你救我脫離獅子的口，你已經應允我，使我脫離野牛的角。我要將你的名傳給我的弟兄，在會眾中我要讚美你。敬畏耶和華的人啊，要讚美他；雅各的後裔啊，要榮耀他；以色列的後裔啊，要懼怕他，因為他沒有藐視憎惡受苦的人。也沒有轉念不顧他們。那受苦之人呼求的時候，他就垂聽。我在大會中讚美你的話是從你而來。我要在敬畏耶和華的人面前還我的願。願困苦的人吃得飽足，願尋求耶和華的人讚美他。願你們的心永遠活着。地的四極都要想念耶和華。地的四極都要想念耶和華，並且歸順他。列國的萬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，因為國度屬於耶和華，他是管理列國的。今日嘅詩篇係講述詩人喺極大困苦裏面呼求上帝快快拯救，表達咗對神信實嘅信靠。佢堅信神唔會忽視困苦人嘅呼求，並且宣告將會喺會中讚美佢，萬國萬族都要歸向耶和華。呢首詩篇係從個人苦難轉向普世嘅敬拜同盼望，當中有幾個學習嘅地方。第一，喺苦難裏面要堅信神嘅同在同拯救。我重複，喺苦難裏面要堅信神嘅同在同拯救。第二，信心唔係逃避痛苦，而係喺其中仰望神。我再講一次，信心唔係逃避痛苦，而係喺其中仰望神。第三，我哋嘅生命可以成為他人轉向神嘅見證㗎。我再講一次，我哋嘅生命係可以成為他人轉向神嘅見證㗎。反思問題：當我身處苦境嘅時候，我係咪仍然能夠仰望神並且讚美佢呢？我再問啊，當我哋身處苦境嘅時候，我哋係咪仍然能夠仰望神並且讚美佢呢？實踐行動。用詩篇22篇禱讀向神訴說心聲，並且為受苦者代禱啊！我再講一次，用詩篇22篇以禱告嘅心讀出嚟，向神訴說心聲，並且為到受苦嘅人代禱啊！讀經分享，正如實踐行動所講，今日嘅詩篇係好適合作為祈禱。向神傾心吐意，當中講到由訴說自己嘅痛苦，去到轉念仰望神，再頌讚天父上帝嘅慈愛同埋偉大。僕人敬聽已經嚟到第8個星期，我有時都會質疑自己，係咪太過側重於點樣去讀出嚟，讓人聽得更清楚明白咁去接收。不過其實用心祝福他人，同時自己都得造就，越係用心讀，自己就會最先進入經文當中。願大家都喺聆聽同試讀嘅過程裏面，自己先得着教導、安慰、督責同鼓勵啊！如果你喺今日嘅經文有咩得着，或者對讀經想同大家分享嘅，歡迎你留言啦，我哋一齊討論下，彼此造就。願主祝福大家。